再来看刑事局掠到一个诈骗集团哦，甲骗来的钱用虚拟货币来洗钱，要被警方的追查。警方已经掠到20个嫌犯，诈骗的金额有上亿。警方全副武装分2边进攻，一边为露台爬入去，另外一边为1楼的大门冲入去，将嫌犯拢总压制掉咧。警方锁定嫌犯伫台中北屯区一间透天厝去掠人。警方伫今年2月查到姓王的嫌犯串头的人口买卖集团了后，佮锁定姓吴的主嫌咧带诈骗集团。因伫台中的北屯、西屯佮彰化经营水房咧收销。警方前后发动2件行动，拢总掠到包括姓吴的主嫌在内20个嫌犯。搜索的过程当中，还发现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汇款进来。这一个洗钱转账水房成员所操作的人头账户，所以我们赶快报请检察官向法院紧急扣押了170万的不法所得。警方表示，嫌犯为着要闪追查，将骗来的钱一层转过一层，佮透过制作假虚拟货币交易记录，分3个坎站来阻碍追查。因为虚拟货币交易是合法的，所以嘛，互第一线的警方要调查是真困难。1层、2层、3层的人头账户一览表做一个查扣以外，才能够突破心防。否则的话，如果第一线员警只查获这一个车手，那没有这些资料，你就很难证明这些车手所辩称的知识是真的或假的。根据警方统计，这个诈骗集团以这款的手段已经骗到上亿，受害者有89个人。侦讯了后，已经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诈欺甲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甲因上班，而且嘛继续追查敢有其他共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